阿伯，今天是哪里有不舒服吗？阿伯，今邊係呢行無損爽係冇？阿伯，今邊係呢行無損爽係冇？是撞到之后一直感觉酸酸的。怎么会撞到呢？我腳上擺衝到了後，是七到307呢。我腳上擺衝到了後，是七到307呢。怎么会撞到呢？做乜解會衝到呢？做乜解會衝到呢？哎呦，我太开心，就不小心撞到脚。我太歡喜咧，冇生意，所以衝到腳。我太歡喜咧，冇生意，所以衝到腳。原本以为我儿子是要带女朋友回来，本來老豆我來我帶些妹朋友進來，本來老豆我來我帶些妹朋友進來。是要带个媳妇回来了。安尼看來，係我帶心叫進來的哦。安尼看來，係我帶心叫進來的哦。啊，恭喜阿伯，俊宏到了讨媳妇的年纪了。恭喜哦，准份嘅細事是得討本樣咧。恭喜哦，准份嘅細事是得討本樣咧。就是太高兴了，是喺太痛咧，是喺太痛咧。在装橘子的时候脚就受伤了。都將咁嘅時節叫失速上嚟啦，都將咁嘅時節叫失速上嚟啦。阿伯，身体要多注意。阿伯，身體要較注意啲哦。阿伯，身體要較注意啲哦。哎，这小伤没事的。你小口啦，冇相干。你小口啦，冇相干。阿伯，请问脚感觉不舒服有几天了？阿伯，唔知道你腳緊苦有幾多日咧？阿伯，唔知道你腳緊苦有幾多日咧？大概有3-4天。他又要3-4日了，他又要3-4日了。哎呦，怎么会拖到现在才来呢？怎麼會拖到2晚將來看？怎麼會拖到2晚將來看？前几天没感觉，前幾日冇感覺，前幾日冇感覺。今天早上开始感觉有点酸酸的。就算站七到就是307，就算站七到就是307。阿伯，我帮你看一下啦。阿爸，我來同行看下啦。阿爸，我來同行看下啦。不过你要记得，俗话说，唔過愛記定人講解，唔過愛記定人講解。晚就醫不如早就醫，早就醫不如先預防啊。慢看唔當早看，早看唔當預防。慢看唔當早看，早看唔當預防。你看这里有淤青，阿伯你没发现吗？你行烏青，唔冇看到係冇？你行烏青，唔冇看到係冇？就是因为不会痛，不知道这里有个淤青。是係唔會切，唔知你行烏青呢？是係唔會切，唔知你行烏青呢？还好淤青不太大，帮你开个药膏擦一下。好的烏青冇醫太得，我開咗個本茶。好的烏青冇醫太得，我開咗個本茶。过几天就好了。假幾日之後咧？假幾日之後咧？请问你有按时吃血压药吗？請問要照時間食血壓藥冇？請問要照時間食血壓藥冇？啊，我家大婶婆每天都要亲眼监督我吃药呢。我本娘當然都會監督我食藥呢。我本娘當然都會監督我食藥呢。
你放心，我都有按时吃。唔放心，我做下要照時間食。唔放心，我做下要照時間食。哦，这样就好。健保卡和处方笺给您。安尼是好，健保卡同处方笺不远。安尼是好，健保卡同处方笺不远。记得要到药师那里领取药膏。記得要去藥師家行量藥膏哦。記得要去藥師家行量藥膏哦。俗话说，3分靠吃药，7分靠调理。人講3分食藥，7分調理。人講3分食藥，7分調理。自己还是要多保养哦。自家還係要多保養啦。自家還係要多保養啦。好，谢谢主任。好，主任落嚟咯。好，主任落嚟咯。